話首要條件會睇啲咩？靚。我寧願帶佢剪密啲 keep 翻個碌，等佢自己都 build 翻自信。唔好咁型就得㗎，因為我唔中意懶型咯。細路仔咧，你遮住個眼咧，好辛苦啊嘛。以後剪頭髮唔可以淨係睇外觀啦。台灣有眼科研究指，小朋友髮型會影響視力，容易有散光問題。有眼科醫生就話，同劉海嘅長度有關。如果佢過咗眼眉，就好容易咧刺激到隻眼睛，甚至帶到啲污糟啊、塵埃啊入隻眼。如果佢又有啲眼敏感咧，咁個小朋友咧控制唔住咧，佢就會捽眼，捽得多嘅時候咧，可能咧就影響隻眼咧會生啲散光出嚟啦。佢仲話類似個案喺香港並唔罕見，曾經有人因為劉海偏埋一邊而令雙眼視力唔平均。仲話9歲前嘅小朋友正值眼睛發育年齡，所以劉海長度最好就唔好過眉啦。咁即係唔通要剪到咁？東網電視記者張嘉文報道。